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給大家推薦一套二手單位，也是一線江景房，115方4房帶裝修，裝修是開發商裝修，全新未入住過。同樣是山林湖小區的房子，這個房子的得房率非常高，高達110%，贈送面積比較多。其他小區同樣面積段，基本上都係3房，而這個就做到4房，還是很市正的4房，吊打同面積段其他小區，而且還是橫廳南北對流的，客廳開間也達到接近4米、7米的超長陽台，連接客房。高層單位視觀好，陽台望花園，而且還是可以望江景的一線江景房。這個房子現在售價70萬，首期10萬，月供2500。同樣這個房子的地段上期說過，是非常的不錯的，生活配套基本上齊全的。不了解的可以翻看上期視頻，這裏就不再介紹了。同樣這個房子也是自家電家私，即可入住了。當然你對裝修有要求就另講了，一般來講都係夠用了。總體來講還是性價比很高的。好了，這期視頻就到呢度，有不明白的或者感興趣的，右上方聯繫我。